就下去了，还要自己配音哦。你那鞋吗？那是鞋吗？要自己配音。哦，好，可以。我应该用左手。你要给谁？一起工作你就给旁边先拿着。对，来纸膏换你，你先自己拿好了。来纸膏，拿到哦，所以要练，哎对。嗯。哎对，很好练。哎，你用手啊。会的。哦，对。对。对，稍微撑。哎，怎么会这样？你要拉起来，你这样才可以工作。对，握好，你再拿铅笔。嗯。对，握好。主力。主力。哦，不错，表情要微笑。都咬下唇了，来，葫芦骨比较高。好，我们往那边看葫芦骨。哦。啊！小心小心。来，葫芦骨拿这个。呀，好苦哦！你手拿怎么样？握苦苦的。左手。苦。哎，很好，哦，来。等一下，很苦。来，怎么塞？好了。你给我超苦的。耶，你有人要用刀背砍呢。哦。他怎么知道？很好，我怎么塞也是很顺哦。常常帮砍屋。冰啊。哦，那个汁都在流了。左手。你舔吗？那个超苦的。很苦哦。哎。你闻吗？哎，很好。你舔吗？走，来，咖喱斯克斯。哇！都开玩笑。来，左手拿这里。跟你一样的是。对。好好。哎，我们是好好的。左手要握好，不然你切完就掉了。能够不要挡住。哎，对，很好。来，你干呢？你干的呢？有多苦？很苦。嗯，不啦。你用槟榔是不是？那边走，走啊走啊。来。太高了哈。来，在这里。来。这个。这样，对。不用拿太高，左手下，对，靠近点可以。你手到没有？可以。边压边拉，哦，边压拉。哎，对，哦也没关系，很好了，哦，有那个感觉了。好，那小朋友就集中给女生。你看，老师刚才讲3指，你都没有做到。好，因为我们在准备，还没要做，真正要做的时候才会切掉。好了，大，你这样子才好收啊，你懂意思吗？为什么要留一点点？就是要就可以摸下面。对，就可以摸下面。你的叶面越保留的越好。你在做阿拜或者是做扎比，或者是做一些传统要用到不了的，它就会比较完美。哦。那等一下呢？好，那老师要讲还有一些材料。啊，这干掉了。不是。